全世界野生大熊貓現存大約有1600隻，喺中國瀕臨動物紅皮書等級中評為瀕危物種，係中國國寶。大熊貓會於發情期通過交配嚟繁殖下一代。由於大熊貓係獨居動物，佢哋一般會喺發情高峰期先至有機會同其他大熊貓碰面。雌性大熊貓每年發情期只有1至3日，期間會排出1至3粒卵子。即使排出嘅卵子健康正常，大熊貓能夠成功令到卵子受精、懷孕並產子嘅機會仍然係偏低。大熊貓喺發情期嘅時候，需要充分嘅一啲資訊嘅交流，透過尾部嘅一個腺體啦，做一個氣味標記，其他同伴就可以得到佢個體嘅信息，從而幫助佢哋揾到一個合適嘅配偶。因此，海洋公園喺大熊貓發情季節之前，會將樂樂同埋瑩瑩嘅居所進行交換，以及擺放沾有對方氣味嘅毛巾同埋麻包袋，等佢哋可以感受到彼此嘅氣味。同時，護理員亦會鼓勵樂樂用後腳站立，強化後肢嘅肌肉，將環境豐富物，例如藏有食物嘅玩具，放置喺比較高嘅位置。大熊貓喺頭幾個繁殖季節，佢個成功嗰個懷孕率大概只有30至到50%。大熊貓嘅懷孕期一般嚟講由70日去到300幾日不等。咁不時咧亦都會有假懷孕嘅情況發生。咁喺假孕發生嘅時候咧，佢嘅行為表現通常同真懷孕亦都差唔多，包括有減食啦，一個造巢嘅行為啦，可能會有一啲外陰嘅變化啦，甚至乎荷爾蒙嘅升同降都同真懷孕一樣嘅。咁所以咧，一定要透過超聲波去照到胎兒，先可以確診成孕。咁而照到胎兒只可以喺生產前2個星期先有機會可以照到。當大熊貓確認已經進入咗發情高峰期嘅時候，咁展覽場館有機會需要關閉，去提供一個適合佢哋交配嘅一個寧靜啦，同埋唔受騷擾嘅環境俾佢哋。咁當自然交配唔成功嘅時候，我哋會為大熊貓去準備一個人工受孕嘅過程。咁當中愛熊專家亦都會參與其中，同我哋一齊合作去做嘅。海洋公園不時會派遣訓練員去到四川接受繁殖同埋保育熊貓嘅訓練，而餓龍會於發情期同埋分娩期間派專家到海洋公園作現場支援。